观众朋友，今仔日会当注意这天顶的火星枪，也就是这一头地球火星连做一条线的天文现象。台北天文馆表示讲，因为这届是最近这几年上晚近地球的这火星枪，后一回若准备看到遐尼大粒的这火星呢，可能阁要等11年咯。 叶皮无记火星伫今年当中，12月初8即天看起来明显较大。天文馆讲，即天号做火星枪，就是火星离地球上近的时，大约2等瓜发生一摆。 我们知道地球绕太阳是1年的时间嘛，公转太阳是1年的时间。可是火星呢，公转太阳是2年的时间。好，那再加上因为火星离我们地球比较近，所以你要三者刚好排列成一直线，你要去算它们的那个周期汇合周期，那它的汇合周期就会落在2年再多一点点。 天文馆表示，火星枪的行星原理就是太阳、地球、火星加做一条线。这时阵的火星会离地球较近、较光。研究员讲，虽然初8下晡1点42分是推测真正连做一条线的瞬间，但是只要气候稳定到暗时，甚至前后几天，天文迷拢看有。不过，若今年慢一步要看到拄好甲即届火星拄好大小，就要等。 下一次你要看到跟今年一样这么大的火星冲，你就必须要再等到2033年。好，你看到的火星冲才会跟今年的大小是差不多的。 天文馆解说，冲力敢若外行星才会发生，因为甲火星连线，所以号做火星枪。其他亲像木星、土星等等，拢是一冬一届，只有火星是2冬一届较特殊。另外，最近嘛有流星雨通看，12月14是双子座的流星雨，估计上济1点钟通有150粒。记者陈文丹报道，台北采访报道。